以斯帖记第8章，犹太人的反击。迄日，亚哈随鲁王将犹太人的对着哈曼的家产赐予王后以斯帖。末底改嘛来伫王的面前，因为以斯帖已经对王讲，末底改是伊的亲人。王甲对哈曼摕转来手指，对家己的手绑起来，互末底改。以斯帖阁委任末底改管理哈曼的家产。后来，以斯帖阁去见王，拍伫王的骹前，流目屎求王阻止亚甲族的哈曼谋害犹太人的计划。王以斯帖伸出伊的金管，以斯帖就徛起来，对王讲：王若看做好，我若得到王的恩惠；王若看即个事做妥当，我若得到王的欢喜。恳求王下诏书，撤销前亚甲族哈米大他的囝哈曼计谋要消灭王达省的犹太人的诏书。我若会忍心看家己的同胞受陷害，若会忍心看家己的宗族受消灭。亚哈随鲁王就对王后以斯帖甲犹太人末底改讲：因为哈曼谋害犹太人，我已经将伊的家产赐予以斯帖。人嘛将哈曼吊伫柴架顶，恁通用王的名，照恁看做妥当的，写诏书予犹太人，用王的手指盖印。所有用王的名写，佮用王的手指盖印的诏书，无人会当取消。3月就是西元月23日。王的书记照末底改的指示，写诏书寄予犹太人，嘛送予对印度到古实共127省的总督、省长甲人臣，用达省的文字甲达族的语言来写。寄予犹太人的，嘛照因的文字甲语言写。末底改用亚哈随鲁王的名义写诏书，用王的手指盖印，将迄个诏书交予送文书的，骑皇家快马送到达所在。伫诏书的内面，王允准逐个城的犹太人自执，起来保护因家己的性命。达省达族若有军兵要攻击因通反击、杀害、消灭遐个人，嘛通杀死因的囡仔甲妇人人，佮抢因的财产。伫亚哈随鲁王的达省，犹太人伫12月，就是亚达月13日迄日会当安尼做。诏书的草本正做法令，对达省达族颁布，通予犹太人准备听候迄日，对因的对敌报仇。遐个送文书的奉王的命令，赶紧骑皇家快马出去。这个诏书嘛伫苏珊城颁布。末底改穿蓝色白色的条服，戴大顶的金冠冕，穿紫色幼麻布的外袍，对王的面前出来。苏珊城充满欢喜快乐的声。对犹太人来讲，这是光明、欢喜、快乐、尊贵的事。王的诏书甲命令送到的达省达城，犹太人拢欢喜快乐，办桌庆祝，定迄日做日。逐所在有真侪人因为惊犹太人，就改装做犹太人。